糕果去拜祖先啦。佢哋就會喺佛誕同埋中元節嗰陣時拜嘅。因為銅糕果嘅寓意咧，就係因為佢一層一層噶嘛，就象徵步步高升。所以咧古時候嘅人咧就係拜祖先就係去求福同埋驅趕啲邪氣嘅。處理蘿蔔，先將蘿蔔刨絲，然後加入鹽，跟住靜置10分鐘，然後再用手將啲水分擠乾。第二步處理配料，將蝦乾同埋香菇炒香。第三步加入玉米澱粉同埋配料。第四步將蘿蔔絲整成圓形嘅形狀。